你是否發現自己在感情中總是矛盾重重？明明渴望親密，卻在關係變心時感到莫名恐慌。這種既想靠近又想逃離的心理，很可能源自恐懼型依戀。今天就來解釋4種常見的日常表現，幫助你更了解自己。表現1：熱情後突然冷卻的循環。關係初期總是積極投入，展現熱情的一面，但當對方開始回應你的感情，反而會突然退縮，製造距離感。這種反覆的親密疏離模式，讓伴侶感到困惑。表現2：過度解讀伴侶行為。伴侶無心的一句話、一個表情，都會引發強烈不安，常常陷入 "TA 是不是不愛我了"的焦慮中，即使沒有具體證據支持這種想法。表現3：測試伴侶的極端行為。不自覺地設下各種情感測試，比如故意冷淡來觀察對方反應，或是製造危機來確認伴侶的忠誠度。這些行為其實是內心不安的投射。表現4：預想最壞結果的習慣，即使關係穩定，也會不斷想像分手場景。這種心理牌是潛意識的自我保護機制，卻讓真正享受親密關係變得困難。深層解釋：恐懼型依戀往往源於早期不安全的依附經驗。童年時期若經歷過情感上的忽視或矛盾對待，長大後就容易在親密關係中重現這種不安模式。改善建議：練習辨識觸發恐慌的具體情景，建立安全的自我對話方式，與伴侶坦誠溝通內心感受，考慮尋求專業心理諮商互動邀請。你有過這樣的矛盾感受嗎？或是有什麼應對恐慌的好方法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經驗與見解。